Hello，大家好，又我無名小卒咯。今日想同大家重新睇一次《路得記》。我哋今日會用希伯來原文同埋對比創世記入邊嘅平衡文本，你就會發現神從來都唔喺完美嘅人入邊作工，而係喺人類嘅瑕疵同埋生存掙扎入邊做咗一連串顛覆性嘅救贖。平時我哋聽開路得記嘅講道，傳統解讀永遠係講路得係幾咁孝順，幾咁忠誠，拿俄米係幾咁有智慧，佢哋嘅婆媳關係幾咁好。希伯來文有個好核心嘅字眼叫 Hesed， 即係超越法律義務嘅慈愛。傳統觀念將佢哋塑造成道德完美嘅聖人。路得放棄咗摩押嘅神明，拿俄米有條有理咁指導路得尋求保護。但係呢個純潔完美嘅形象係咪真係文本嘅全部真相呢？嚟到呢度，我哋要用歷史同文化視角重新睇呢個最常見被神聖化嘅經典場面——禾場夜訪。傳統港台好中意話路得係好順服、好聽話，講到佢瞓喺波阿斯腳邊都係一種謙卑純潔嘅法律請願。但係當大家認真係諗下，如果真係去正式請願，佢開口講咪得咯，使乜要做埋晒啲半夜三更，趁對方飲到醉食到飽，靜雞輸入去同佢瞓埋一齊？呢啲算係乜家伙嘅請願啊？我哋唔可以假設路得係無知同無辜嘅傀儡。路得同拿俄米絕對係為咗佢哋嘅生計，一個係外邦貧窮寡婦，一個係地主富豪。喺階級嚴明嘅古代社會，路得喺公開場合根本冇任何談判籌碼。拿俄米安排呢種高風險嘅計仔，正正係要利用深夜私密、完全冇防備嘅環境去逼波阿斯表態。佢哋通常會話，因為路得講咗一句伊襟，希伯來文係 kanaf， 佢哋就會話喺古代近東，男人將斗篷蓋喺女人身上，代表住提供法律保護同埋結婚。就好似以西結書16章8節描述上帝同以色列嘅立約，都係用張開衣襟嚟去做比喻，所以路得咁嘅行為就跟足傳統去做。對唔住，好似跳咗好多步。個關鍵嘅傳統係喺當時極度父權嘅社會，永遠只可以係男方主動係將衣襟蓋喺女人身上。而當路得喺3章9節嗰度大膽去講，求你用你嘅衣襟遮蓋我，呢個唔係順服嘅行為，佢係回應緊波阿斯喺路得記2章12節。波阿斯叫路得去投靠以色列嘅上帝耶和華嘅翅膀下。喺希伯來文，翅膀同衣襟係同一個字嚟㗎，都係 kanaf。成日都講到路得係幾咁愛神，呢度正正話俾你聽，路得要嘅唔係上帝嘅庇護，而係波阿斯嘅庇護。加上呢段婚姻係由女方主動要求嘅，呢個正正就係反傳統。一個外邦女子竟然主動要求一個富豪去娶佢啊！喺現代社會，我哋叫呢個做釣金龜啊！加上我哋喺路得記2章8節同3章10節，波阿斯會叫路得做阿女啊，仲話自己已經唔係少年人咯。佢哋嘅年齡一定差唔少，令我哋更加去聯想最近喺香港嘅可伯啊，佢同比佢年輕30歲嘅何太閃婚，加上450萬嘅積蓄，真係好多八卦花生食啊！仲有更精彩嘅係，拿俄米原本只係吩咐路得去瞓喺度，唔使出聲，去等波阿斯吩咐你就做。但係路得去咗現場，竟然完全改寫咗劇本。佢冇等到波阿斯開口，反而反客為主，主動開口叫波阿斯去做至近親屬同埋娶佢。雖然大家一直以嚟都當路得記係灰姑娘同王子嘅浪漫童話故事，但係現實佢只係一個邊緣女性，喺一個失效嘅體制入邊，明知自己完全冇籌碼嘅情況之下，大膽去利用性暗示同談判技巧去搏一鋪，為咗求生去做一個主動權。睇完禾場夜訪之後，我哋要將啲視野拉遠少少，睇下作者點樣用希伯來原文嘅鏡像對比，去連結以色列歷史上面嘅一段黑歷史。我哋首先翻去一下創世記嘅19章，去睇下路得嘅祖先羅得嘅女嘅故仔。眾所周知，路得係摩押人，咁摩押人係點樣嚟嘅呢？當時所多瑪俄摩拉被毀滅之後，羅得嗰2個女以為全天下嘅男人都死光晒，佢哋嘅家族會將面臨絕子絕孫。喺呢種極度絕望同埋求生危機之下，佢哋策劃咗一場深夜行動，用酒灌醉佢哋老豆羅得，然後喺深夜同佢同房，之後懷孕生仔。
而大女所生嘅正正就係摩押人嘅祖先。呢段父女同房嘅亂倫醜聞，成為咗摩押民族一直背負嘅歷史陰影。喺以色列人眼中，摩押人嘅血統就係帶有污點㗎。但係最奇妙嘅就係路得記嘅作者特登提醒讀者，路得係摩押女子，因為佢要引導我哋去睇一個嚟自呢個帶有歷史陰影嘅民族，點樣同樣都係做出深夜酒精求後裔呢啲抉擇上面。了解完羅得女兒嘅背景之後呢，我哋就睇下路得記嘅作者點樣用希伯來原文嘅關鍵詞，將呢兩個古仔扣埋一齊。喺聖經文學入邊，呢種手法叫做 verbal echo 文字回響，即係專登用一模一樣嘅字眼去喚醒讀者對舊事嘅記憶。第一就係用咗女兒 Banot。創世記19章講羅得有2個女兒，而喺路得記嘅第1章，拿俄米亦都一直叫路得同俄珥巴做女兒們翻去吧。兩邊都係圍繞住失去丈夫、無依無靠嘅女兒們。第二係絕境同動機，兩邊嘅女性都面臨家族斷絕、冇丈夫、極度貧困同求生危機。佢哋都係喺體制冇辦法提供到保護嘅情況之下，被逼要諗計仔。第三，亦都係最關鍵嘅動詞，躺臥或者同寢 shakab。創世記講到羅得啲女趁夜晚灌醉老豆，然後就同佢 shakab。而路得記第3章，路得亦都趁波阿斯吃喝歡暢之後，喺深夜波阿斯腳邊去 shakab。作者專登用 shakab 呢個字眼，就係要令讀者聯想到羅得嗰2個女嘅嗰段黑暗危機。不過最精彩嘅係最終嘅結果反轉，羅得啲女嘅手段產生咗帶嚟亂倫陰影嘅摩押民族。就算幾百年後，身為摩押女子嘅路得喺同一個夜晚酒精 shakab 嘅平衡框架入邊，因為波阿斯選擇咗承擔呢個代贖嘅責任，先至扭轉到原本帶有陰影嘅摩押宿命。路得身為外族都可以享受到上帝嘅恩典。講完摩押黑歷史，我哋就要睇下第2個更加關鍵嘅鏡像文本，就係創世記第38章他瑪嘅故事。啲音有啲似普通話嘅粗口。點解要講他瑪呢？因為佢同路得嘅處境真係似到不得了。他瑪連接死咗2個老公。根據當時帝族興婚嘅法律，佢原本應該嫁俾猶大最細嘅仔示拉，但係猶大呢個長輩好自私，佢見之前嗰2個仔同佢結婚之後都死咗，佢怕個細仔都死埋，就用拖字訣當冇咗件事，由得他瑪自己去守生寡，令佢喺法律名分同生存上面都跌入一個死角入邊。喺呢個體制完全失效，男人推卸責任之後，他瑪選擇咗一個極之大膽，甚至係揾命搏嘅方法。佢扮成妓女喺路邊設局，引佢老爺猶大同佢發生關係。但大家要注意，他瑪唔係單純想要性，佢要嘅係後裔同憑證。佢好聰明咁攞咗猶大嘅印章、腰帶同拐杖，呢啲係當時最高級嘅法理證明。當後嚟猶大因為奸淫罪想燒死佢嗰陣，佢就攞翻出呢啲嘅嘢，成功反客為主，逼猶大承認自己失職。呢度我哋見到一個重要嘅伏線，一個弱勢女性點樣透過設局去逼一個有權有勢嘅男人去承擔佢應有嘅責任呢？之後我哋就對比一下成個古仔嘅精華。大家留意，他瑪同路得都係外邦寡婦，都係面對男人拒絕服行義務，但係他瑪面對嘅係一個推卸責任嘅猶大，而路得面對嘅係一個由口頭祝福轉為行動代贖嘅波阿斯。佢哋2個都用行動手段嚟想得到佢哋想要嘅嘢。他瑪就喺路邊扮妓女，設局去索取憑證；路得就喺深夜禾場躺臥，主動要求代贖。面對他瑪，猶大承認佢比我更有義。Zedekah。波阿斯就同路得宣告：你係賢德 Kayil 嘅女子。最終結果，他瑪生咗法勒斯 Perez， 延續猶大家系；路得就生咗歐貝德 Ob， 成為大衛同基督嘅祖先。當我哋將路得記對比咗羅得嘅女兒同埋他瑪嘅故仔，你就會發現路得同拿俄米當時做緊嘅嘢就係一場極度自利，甚至係踩灰色地帶嘅設局。佢哋只係想喺絕路入邊保住條命，揾個靠生。所以佢哋做緊嘅嘢唔係一啲你應該去表揚，甚至有樣學樣嘅嘢。不過正因為咁，路得記最震撼嘅地方就係神嘅恩典。神嘅祝福並唔係頒布俾一啲道德完美嘅人，而係呢種出於自私自利、充滿計算嘅求生手段，神都可以喺當中轉化為佢嘅祝福。所以呢個古仔唔係教我哋點樣去做道德聖人，而係話俾我哋聽，就算最真實、最自私自利嘅人性入邊，
神嘅救贖計劃依然可以運行。真正值得講嘅根本唔係路德有幾咁聖潔，正因為佢根本唔聖潔，我哋更加可以用路德嘅古仔嚟去睇我哋自己嘅古仔。我哋何嘗唔係自私自利，充滿計算，用千方百計去做一啲對我哋自己有利嘅嘢啦？我哋同樣都係需要被神拯救嘅對象。之後我哋終於嚟到成個古仔最關鍵嘅轉捩點，波阿斯到底點樣突破歷史嘅魔咒呢？如果我哋睇翻前人，羅德同猶大都係失敗嘅。羅德喺醉酒入邊失去咗警覺同道德責任，任由暗夜嘅計謀演變成亂倫；而猶大隨順情慾，仲要自私欺騙他瑪，推卸服行律法嘅義務。佢哋兩個將女人嘅生存計謀留咗喺混亂同罪惡入邊，亦因為咁，摩押民族背負咗幾百年嘅歷史陰影，而猶大家系亦流落咗推卸責任嘅污點。但係路德記最精彩嘅地方，正正就係將呢兩個民族嘅命運喺禾場同城門口圓滿咁扣連成一齊。我再強調一次，真正嘅轉捩點唔係喺路德身上，而係喺波阿斯身上。當路德將呢個極度自利、踩灰色地帶嘅設局擺喺波阿斯面前嗰陣，波阿斯並冇好似羅德咁醉到不省人事，亦冇好似猶大咁趁機佔便宜，又或者推卸責任。相反，佢展現咗極大嘅克制同公義。Hesed， 佢將呢個夜媽媽高危嘅深夜求婚帶到城門口，變成光明正大、願意付出高昂經濟代價嘅法律救贖。波阿斯嘅選擇唔單止救咗路德同拿俄米，更加係一次過補足同救贖咗祖先羅德同猶大嘅過失。佢將原本極有可能歷史重演變成道德醜聞嘅夜訪，一下子反轉成為神聖嘅恩典代贖，徹底聯繫同修補咗以色列人同摩押人嘅宿命。你可能覺得我會咁樣睇路德係反傳統，甚至好偏激，但係咁樣去睇一個聖經角色，呢個絕對唔係陌生。我哋就用聖經入邊嘅呢6位女性嚟逐個拆開嚟睇，你就會發現成本聖經歷史入邊都有同一個模式，甚至我可以講呢個係聖經入邊其中一個最大嘅主題，就係人有人嘅計謀，但係神有神嘅計劃。夏娃佢喺焦慮入邊主動介入，佢相信咗條蛇，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決定善惡。不過神依然祝福佢嘅後裔會戰勝條蛇。撒拉面對等唔到嘅應許，以人為嘅方法叫亞伯拉罕娶夏甲去傳宗接代。不過最後神依然祝福佢生咗以撒。利百加出於偏愛，設計咗一場家庭欺詐，去幫雅各搶咗佢阿哥嘅祝福。不過最後唔單止佢得到阿哥嘅原諒，仲將亞伯拉罕嘅應許傳咗俾佢嘅後裔。拉結喺家族權力鬥爭入邊，暗中偷走佢屋企嘅神明嚟保住自己嘅名分。但係神使用拉結嘅仔約瑟嚟拯救佢全家脫離饑荒。拉合喺絕境同亂世入邊，以邊緣身份設局自保。佢同啲迦南人講大話，話冇見過以色列啲探子，最後佢哋全家得到被拯救。呢度個重點係原本以色列人係唔應該同迦南人去立約㗎，拉合就成為咗例外。拔示巴喺殘酷嘅宮廷入邊，喺大衛臨死之前把握機會為個仔去爭奪皇位，最後當然係拔示巴嘅仔所羅門攞到皇位咯。而且神係賜俾所羅門有智慧去管理以色列國。呢6個獨立嘅例子全部都係出於人嘅自私自利、焦慮或者係求生，採取咗充滿瑕疵同道德風險嘅計謀。但係聖經最震撼嘅地方，正正就係喺神嘅計劃入邊，從來都唔係完美嘅聖人。上帝往往就係喺呢啲充滿計謀、混亂嘅人入邊，將佢哋反轉成為神自己嘅救贖計劃。我哋由舊約飛到去新約嘅馬太福音第1章，耶穌基督嘅家譜，你就會發現聖經係特登寫呢4個女人：他瑪迦南女子扮成妓女去求後裔嘅女性；拉合耶利哥城嘅外邦妓女喺亂世入邊求生；路德摩押女子跨越律法同民族嘅界限；拔示巴赫人烏利亞之妻喺宮廷危機之中轉化命運。咁點解係呢4個呢？而唔係其他我之前講嗰幾個呢？因為佢哋有2個最關鍵嘅共通點。第一，佢哋全部都係外邦人背景。馬太嘅族譜第1章就係向全世界宣告，耶穌基督嘅救贖唔單止係俾猶太人，更加係要打破民族界限，覆蓋全世界嘅人。第二，佢哋係大衛王室血脈嘅直接關鍵。
由他瑪生法勒斯，拉合生波阿斯，路德生大衛嘅爺爺，去到拔士巴生所羅門，每一個都係大衛家系嘅轉折點，都係有佢哋嘅參與。呢個族譜向我哋展示咗一個好震撼嘅終極神學意義。耶穌基督根本冇降生喺一個傳統潔淨嘅血統入邊，聖經專登將呢啲帶有爭議、瑕疵、邊緣嘅女性寫入去基督嘅族譜入邊，唔係要我哋去效法佢哋嘅手段，而係向大家宣告，上帝嘅恩典從來唔需要依賴人嘅完美先可以運作噶。無論人有咩過往或者瑕疵，都絕對冇可能阻止到神宏大嘅救贖計劃。當我哋睇路德記嘅救贖故事，我哋就會好容易聯想到成本聖經嘅救贖計劃。我哋睇到路德記嘅救贖者就係波阿斯，而佢喺舊約扮演嘅係一個至近親屬 Goel， 即係代贖者嘅角色。但係波阿斯嘅救贖始終都係局部性嘅，佢只係俾咗錢贖回咗一個家族嘅產業同名分，但係佢嘅行動正係一個完美嘅預表，指向我哋終極嘅至近親屬耶穌基督。耶穌唔單止係道成肉身，佢成為咗我哋血脈相連嘅親屬，佢更加係付上咗自己條命作為代價，為全人類成就咗全面同永遠嘅救贖。當日路德喺禾場深夜求波阿斯用衣襟遮蓋佢，今日我哋同樣係帶住自身嘅困境同瑕疵嚟到基督面前，尋求佢嘅公義同恩典嘅庇護。當波阿斯係象徵住基督，路德其實象徵住教會，特別係象徵住我哋呢班外邦人啊。最後我哋睇下神點樣由路德記開始，一步步喺新約落實接納外邦人嘅計劃。喺加拉太書3章28節嗰度講，從此唔再分猶太人同希臘人、自由人同奴隸、男人同女人，因為你哋都喺基督耶穌入邊合二為一咯。以弗所書2章13節亦都講到，但係你哋呢啲以前遠離上帝嘅人，依家喺基督耶穌入邊靠住佢所流嘅血，已經被帶到上帝面前咯。呢個外邦人被接納嘅古仔，由路德記嗰個孤立無援嘅摩押女子開始，一路貫穿成本新約聖經，再去到啟示錄7章9至10節嘅終極異象。後嚟我又見到一大班人，多到數唔到，佢哋嚟自各國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語言族群，身穿白袍，手攞住棕樹枝，企喺寶座同羔羊面前，大聲呼喊話：救恩嚟自我哋坐喺寶座上面嘅上帝，亦嚟自羔羊。總結嚟講，路德記唔單止係一段古老嘅歷史，佢更加係上帝宏大救贖計劃嘅預演啊！上帝使用人類充滿瑕疵嘅計謀，透過波阿斯勇敢嘅代贖，將外邦人編織入基督嘅族譜，最終喺啟示錄成就咗全人類嘅救贖。